迎大家收睇我哋嘅 WFL 黃福聯閱讀頻道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莉莉 Mia， 我係 Lila Yuna。喺呢個閱讀頻道裏邊，我哋邀請咗唔同科目嘅老師或者同學仔分享好睇嘅圖書，幫助大家養成一個閱讀嘅好習慣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快啲開始今日嘅內容啦！各位同學好，我哋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圖書係認識香港系列《香港傳統習俗故事1》，圖文鄧子健。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習俗係大澳端午龍舟遊涌。呢個習俗喺2011年被列入第3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端午節呢一日，大頭佛同獅子頭嚟到大澳，呢度嘅房屋建築喺水上，有東方威尼斯之稱。你好啊，你哋好，我係鹹魚，係你哋今日嘅導遊。我先向你哋介紹大澳嘅概況啦。大澳由大嶼山嘅小部分及大澳島組成，靠2條吊橋將兩岸連接。居民以捕魚為主，鹹魚、蝦醬同埋魚肚都係呢度嘅特產嚟㗎。請問大澳以前有冇啲咩特別嘅傳說㗎？有啊，19世紀嘅時候，大澳發生瘟疫，當地漁民喺端午節呢一日，將各間廟宇嘅神像放喺小艇上面，喺水道中巡遊，結果瘟疫消除，從此成為咗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嘅習俗。喺呢個時候，只見龍舟喺鼓聲嘅帶動下，聲勢浩大咁穿越大澳嘅主要水道。天后娘娘嚟啦！等我嚟介紹啦。每年端午節呢度嘅居民都會舉行輪舟巡遊，祈求平安。佢同一般嘅龍舟比賽有啲咩唔同呢？由於呢度嘅龍舟比賽係由3個傳統漁業行會舉辦，所以會分成紅、白、黃3艘龍舟。每艘龍舟連鑼鼓手在內，一共有36人。龍舟嘅龍頭會咬住青草，象徵住彩青。彩青寓意為龍精虎猛，生意興隆。彩青所用嘅青多數都係以生菜為主。粵語裏邊生菜同埋生財嘅讀音相近，所以有生財之意。每艘龍舟後面都會拖住一艘小船，稱為神艇，船上放住神像，喺各個水道間巡遊。船上嘅人會將飯灑到水裏邊，再沿途燒補竹嚟祭祀水鬼。龍舟會分別到大澳嘅4間廟宇，即係楊侯古廟、天后廟、關帝廟同埋洪聖廟，請出小神像，祈求合家平安同埋驅除疾病。而呢4座廟宇分別係拜祭侯王、天后娘娘、關帝以及洪聖爺。呢本書除咗介紹大澳端午龍舟遊涌之外，仲會介紹大坑舞火龍、鵝頸橋打小人同埋大埔林村許願樹。除咗第1冊之外，其實呢本圖書仲有第2冊㗎。如果你哋有興趣，我哋可以喺小息嘅時候到圖書館租借啦。拜拜。唔知大家鍾唔鍾意今日閱讀頻道嘅圖書呢？我就覺得好有趣啦。家姐，咁就啱啦，等我約你今日小息去學校圖書館借書啦。好啊，我哋同觀眾講聲拜拜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